上一集咧，我哋講完土庫曼首都 Ashgabat， 呢集咧我哋勁啦，成集都係講一日咋。我哋由 Ashgabat 坐車大概4個半鐘嚟到呢個地方 Mary， 哇，終於到啦！冇講笑，慶祝下飲杯先。同杯啊！哇，好閃啊，石啊！哈哈，原來駱駝咁樣嚼嘢嘅喎。喂，小朋友未開始走眼瞓？由 Ashgabat 坐車去 Mary 咧，大概要4個半鐘頭，大部分咧都係高速。去到 Mary 之後咧，就開始發覺，咦，是白色車喎。然後入到村啊，哇，條路好顛簸啊，即係熬到胃都俾埋你啊！哦，終於嚟到啦，梗係要飲杯慶祝下啦！同杯啊！卡拉蘇即係俄文嘅 ，very good 啦，總之。可唔可以添喺嗰度啊？成桶啊！呢個味係奶嚟嘅，呢個係。仲要奶到咁乾淨，添飲啦！企到咁近咧，先睇到原來駱駝食嘢咧係嚼完左邊再嚼右邊嘅，好搞笑啊！今次咧仲好開心，近距離咁睇到駱駝 B B 飲奶奶添，喂，睇下 B B 飲得好滋味咁啊！謎底係終於解開啦！原來我哋乾咗個杯咧係最新鮮嘅駱駝奶嚟嘅。同杯啊！跟住咧，我哋就喺呢一家人嘅屋企食午餐啦，席地而坐，好有 feel 啊！午餐咧有熱湯、牛肉，留意咧喺土庫曼係冇豬肉食㗎，乳酪啦同埋餅食，仲有沙律同水果添。喂，食到飽飽啊！成班人一齊 enjoy， 好開心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土庫曼限定版啊，好想買啊，但係老闆又唔捨得割愛。咁唯有影咗當買咗啦。土庫曼咧有地氈王國美譽，隨處咧都可見吸引眼球嘅地氈啊，就好似我哋啱啱午餐間房咧都有幅好大張嘅地氈一樣。土庫曼人咧就以優質地氈為榮，亦有掛牆壁氈、防風擋雨、保溫隔熱嘅功能。地氈當然係身份地位嘅象徵啦。土庫曼嘅地氈設計咧，以最傳統5個州嘅圖案為主，亦都有風景、人物故事設計，以紅色同綠色為主調。土庫曼女性要從事地氈製作咧，首先要拜師學藝，經過嚴格訓練同埋考試成功先可以被錄用。編織地氈咧要有豐富嘅想像力、耐性同埋合作精神。例如咧，3位職工一日只能夠編織大概80厘米長度嘅地氈，真係一針一絲都係心機心血啊！睇完編織師手藝，就欣賞呢家人製作嘅靚衫，寶石設計，女主人大女咧仲示範點樣佩戴披肩頭巾添。靚喎，個高度啱啱好。睇我啲團友着得幾靚，多謝咧女主人帶呢位特別嘉賓見我哋。出世唔夠1個月嘅小少爺，有5個家姐同1個哥哥痛錫。最後我哋梗係一齊影張大合照啦！
呢座城堡最特別嘅咧就係波浪形嘅外牆設計，係 Mary 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保存最完好嘅大型歷史建築。喺外面睇咧，建築就好浩大，不過行到入去咧就可能好多地方冇開放到，又或者係做緊維修啦。我哋就唔係好感受到咧古時候呢一度嘅商貿有幾繁盛，同埋防禦要塞有幾重要。呢座係12世紀塞爾柱帝國聖西士建造嘅陵墓，佢嘅雙層殼結構同埋石拱頂部，正正係陵墓嘅著名工藝。經歷盛世戰亂，難得依然保存得完好。由09到21，由4個半鐘車程到45分鐘機程，返去 Ashgabat， 漫長嘅一日，豐富嘅一日。走入土庫曼人民生活，比遠古遺址更吸引我。呢一日完成，亦都係預告主賽即將開始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土庫曼嘅驚喜 ，subscribe 定我 channel， 留言俾我 ，share 俾朋友。下一集好快見。